上次化咗一個自然嘅 OL 淡妝，今次呢，我就會示範一個相對比較濃少少大地色系嘅 Sexy Lady 妝。由底妝開始，今次全部會用上 Kate 嘅產品，呢一個呢係 Kate 嘅 BB Gel Cream， 加入咗美容液嘅成分，有個保濕嘅效果，好似我咁乾性皮膚嘅朋友呢都適合用嘅。而且呢，佢係有 SPF 30同埋 PA++嘅，適合夏天呢日常使用噶啦。至於妝咁出嚟嘅效果呢，好似我咁用手指上都可以睇得到，佢係非常之貼薄，唔厚重嘅。眼袋嘅位置可以上多層，雀斑嘅位置亦都一樣啦，可以上多一層。咁樣佢嗰個遮瑕度呢，都可以幫我哋將需要修飾嘅地方遮到80%以上噶啦。跟住呢，我哋再用粉撲全面印一次，令到個粉更加貼薄嘅。咁我哋可以望一望個 BB Cream 嘅效果，真係相當之貼服，好似第2層嘅皮膚咁啊。不過呢，對於我嚟講呢，呢個 BB Cream 呢就偏白咗少少。夏天呢，比較容易溶妝嘅朋友呢，可以重點喺 T 字位比較容易出油嘅位置加多一層水粉壓實佢，咁個妝呢就會 hold 得好啲，冇咁容易溶噶啦。Kate 嘅眉粉相信好多朋友都聽過，甚至用過啦。咁都講下啦，最上嗰2層呢係攞嚟畫眉嘅，最下最淺色嗰個呢可以攞嚟打鼻影。今次就唔會畫一字眉啦，會跟翻我嘅眉形同埋面部嘅比例，畫一條比平時戚少少嘅眉形嘅。化妝嘅步驟呢就冇話 fix 死咗嘅，但係一般我嘅習慣呢都會由上而下，畫完眉呢我就會上眼影。呢一盒眼影有2個主打嘅顏色，包括係璀璨金同埋幻彩金嘅，即係而家你望落去突出嚟嗰2粒就係啦。試一試色喺手背俾大家睇先，咁你都可以見到佢嗰個閃粉嗰個顏色呢係好強嘅，咁呢適合晒平時中意 bling bling 眼嘅朋友啦。好，進入眼影部分。首先呢，我會攞呢個金色，攞個扁嘅掃，大範圍地散喺眼皮嘅位置。用呢一類型比較多閃粉眼影嘅秘訣呢，就係我哋上眼影嘅時候，盡量壓落我哋嘅眼皮上面，唔好推，因為推呢嗰啲閃粉呢，好容易飛到周圍都係噶。轉另一支斜角掃，我哋攞眼影盤入邊嘅金啡色。今次就喺眼頭同埋眼尾呢個三角形嘅位置，我哋盡量呢眼頭同眼尾係要最深色嘅，越接近中間嘅位置呢，應該係越 soft 嘅。就咁用掃呢，可能個漸變嘅效果未必好出嘅。我哋可以攞翻眼影盤入邊呢一個海綿棒，攞翻同一隻啡金色，我哋再加喺啱啱眼尾同埋眼頭應該最深色嘅位置。呢一個呢就係一般化妝掃同埋海綿棒嘅分別啦。化妝掃呢比較容易做到一啲 soft 啲漸變嘅效果，而海綿棒呢，佢搽出嚟嘅顏色係會比較實同埋比較深嘅。咁同樣我哋再攞同一個海綿棒，將啱啱個啡色呢加埋喺下眼尾嘅位置，我哋今次呢可以掃到去中間嘅。我哋又轉一轉支掃，可以攞一個鬆啲嘅掃，攞個白色，今次呢加喺眼頭嘅位置，順便呢將啱啱畫得唔靚、做得唔夠 soft 嘅邊呢 blend 翻鬆嘅。係啦，最後我哋連手指都觸動埋，攞呢個幻彩金，你見到有啲珠光嘅效果噶。我哋加喺眼最突出嚟嘅位置，加喺中間，印落去少少地就可以啦。基本上呢，眼影嘅部分就完成啦，大家可以望一望2對眼嘅效果。咁呢，我就畫埋另一邊眼，搞掂。畫完出嚟嘅效果呢，就係咁嘅。
跟住呢，我哋就可以攞 Case 嘅呢支眼線液去畫眼線。眼尾嘅部分呢，我今次呢就唔會上揚又或者向下垂得太犀利，跟翻我嘅眼型呢，畫翻長少少就可以啦。咁跟住畫翻內眼線啦。基本上呢，眼妝咁樣都 OK 啦，但係如果想對眼電啲嘅話呢，可以加埋呢個濾光美瞳眼線筆。好啦，跟住我哋戳個臥蠶出嚟先，係啦，直接將眼線筆加喺臥蠶嘅位置就可以增加呢個眼神嘅無辜感。雖然呢，你就咁望落去好似好誇張咁，但係一陣間遠望呢，你會見到佢真係可以營造到嗰種淚眼汪汪嘅感覺㗎。接住落嚟，我哋就可以夾眼睫毛同埋搽眼睫毛液。胭脂方面呢，我揀咗呢個普通嘅粉紅色，冇閃粉冇珠光嘅，因為對眼呢已經好多閃粉啦，所以盡量揀呢一類型嘅胭脂。另外，隨胭脂附送嘅呢一個胭脂掃呢，佢嘅質素出奇地好啊，非常之柔軟啊。如果你係仲係讀緊書，想買胭脂又唔想另外買胭脂掃的話呢，可以選擇呢一個嘅。好似我咁攞一邊又得，或者兩邊撈埋一齊用都可以嘅。咁我今次就用深紅色嗰邊啦，打斜咁做上面嘅，因為個胭脂掃呢比較細啊，我哋盡量掃多幾下，令到個胭脂嘅漸變感呢做得好啲嘅。跟住我哋就搽唇膏，唔係呢個係唇彩，不過呢，佢嗰個出色嘅程度呢都可以媲美唇膏，因為佢出嚟個色呢好實噶。為咗可以更加貼題、更加性感呢，我想做到最嘟嘟嘅感覺，所以呢，就攞咗啱啱嗰支淚光眼線筆，加喺我嘴唇突出嚟嘅部分，咁樣就可以做到個豐盈嘅效果啦。最後我選擇黐一半嘅眼睫毛喺內眼線嘅部分。其實相比起外眼線，我覺得黐內眼線係更加舒服自在，同埋冇咁容易甩㗎。好啦，咁我今次個妝呢就化晒啦。不過呢，我想處理埋我呢一頭散髮啊，我會用個湯匙啦，捲一捲我髮尾嘅部分嘅，成個頭捲。因為阿花我嘅髮量真係極少啊，所以2、3下就已經捲晒啦。咁今次嘅造型呢，就大功告成啦，希望大家會中意我今次嘅化妝同埋演繹啦。咁大家有問題嘅話可以留言嘅，不過唔好走住，因為嚟緊呢，我 Facebook 有 giveaway 啊。如果大家有興趣想得到 Case 嘅禮品嘅話呢，留意我 Facebook 啦。